了在地故事不被遗忘，3个住在苗栗头份的年轻人正挨家挨户拜访当地老人家。阿伯讲来了，希望记录下长辈们过去的生活点滴和人生经历，这些都是客家文化宝贵的资产。他们都还蛮乐意，然后去分享一些他们过去的一些成长经验，甚至他们会主动的去教我们一些不懂的事情。不是客家人，陈冠文对客庄和农村文化却有着浓厚的兴趣。于是他找来另外2位土生土长的在地客家年轻人，3个人把收集来的故事编辑成《客家阿公故事集》。从他们的一些生命经验，然后其实会感觉到他们跟生命的，包括甚至土地的这个部分的一些情感。因为我在这边长大，他们看着我长大，我看着他们变老，所以我觉得他们很多故事是我们现在看不到的。年轻人在拜访的过程中，常有满满的感动和收获，所以更希望加紧脚步，把故事保存下来。我们现在要赶快收集这些故事，不然一切就风雨差雷。所以我们必须加紧脚步，继续往前。客家阿公故事集如今已经出到第3集，每一集都大受欢迎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没穿鞋子的阿台，他以前做过什么事情？那如果这些东西没有把它去保留下来的话，那未来我们的小孩将失去了很多曾经这个地方的曾经过去。一群热情的年轻人带着感恩的心，留下客家阿公的故事，也留住老人家们一生的智慧。上课喽！父唔擦咧，父唔擦咧，父唔擦咧。